这边好先算小一下。好来，我直接讲诶，嘿，亚兰迄科我来，你来。因为我讲我妹妹拢讲第个月哎呀，咱拼落去啦。一出来以后，我知影，我听讲迄就是第二个嘅，哎呀，这确定的啦。你哪会听伊讲？你唔捌听过一句话吗？听亚兰就会稀咧咧。是拢总听我去搞副件啊，我早咧讲，咱就好第一件。哦，拢无买保险就对啦。若是对人有意外吼，咱会当讲人是煞到倒位咧。A 顶八卦 ，B 胸坎骨，C 猪高牙。哦，好，三个你有10秒的时间。请选择。哦，差就是安尼哦。顶八卦哦，还是迄个胸坎骨，啊个猪高牙。猪高牙。哦，啊恁感觉是？有听过无？有听过无？捌听过无？我有听过，有听过，啊咱这边捌听过无？有听过，有听过，有听过，有啦，伊嘛讲有。无安尼，我来讲。啊，细声吐你嘛有听到嘿。哎呦，安尼。哦，孙公5秒哦。 5秒，有答案，咱就记来记哦。A、B、C 倒一个。 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起落。好来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精彩啊！哈哈哈，这个精彩啊！来，机会啊！咱来先看一下咱羽毛球的吼，来 ABA 哈 A 啦吼，好来，咱看一下老师，你写哪会 B？ 胸卡啊骨，我是感觉吼，心呐，心伫遮，炸掉，就是我的心噗噗跳，哦，婆婆菜咧，嘿啊，胸坎骨心跳靠，胸卡，哦，嘛是嘛有力啊，是。家己这个你 A 是什么 A？啊是你就接杀掉，所以就开了。因为我打讨论了，我来讲，我也是感觉讲那像顶八卦，顶八卦，顶八啊，顶八卦是倒位？你敢知？顶八卦倒位？顶八卦的，横膈膜以上，胸腔，胸腔，应该是我唔知呢。咽喉以下，这叫顶八卦。是。啊，不过吼，这边的不可思议的吼。完全甲对方无同款的答案。哎，恁想啦，大家拢选猪高牙，大家拢要死啊你杀掉你的猪高牙。嘿，猪高牙，因为啊，有爱意，有爱意嘛。啊，猪高唔是都会流水烂吗？啊，刚刚你甲加落，安尼猪高牙啊，因为做爱你的要甲你加落，安尼剥落、加落，哦，要甲你加落对啊，去。是唔是安尼做爱你的？第二理由就是讲顶八卦，顶八卦，哦，顶八卦。嘿，差不多拢咧吃，拢咧食啊，拢直接意思是差不多啦。哦，啊，即嘛就咧输5000块，我都无拼，咱敢袂使？变大肚的啦。咱来看一下，我要讲啊，吼，咱的正确的答案是。好 ，B 爱小条，嘿，羽毛球这队剩3个啦，剩3位，好，啊来咱这边的咧，这边我这边好先算小一下。好来，我直接讲诶，嘿，亚兰迄科我来，你来。因为我讲我妹妹拢讲第个月哎呀，咱拼落去啦。一出来以后，我知影。我听讲迄就是第二个嘅，哎呀，这确定的啦。你哪会听伊讲？你唔捌听过一句话吗？听亚兰就会稀咧咧。是拢总听我去搞副件啊，我早咧讲，咱就好第一件。哦，拢无买保险就对啦。了紧，安尼歹势咧。四个拢爱甲咱消掉咯。嘿啊，拢爱先再会咧。再会，嘟，你无去掉，好去掉，好不要紧。是到底是安怎的？咱听老师来解释吼。来，老师。迄台词应该捌出现过啦，啊讲哦，无人去杀着点八卦，有无杀着什么人的点八卦？嘿，啊点八卦就是这个拄则咧讲的，讲啊啦，巴肚以上有无？是不是？就是胸坎这个所在啦，嘿啊，对啊，杀着点八卦主要是这个杀加趣味啦，因为这杀嘛几下的意思，伫咱遮即马这句来讲是迷乱，吼，叫迷乱迄个意思。啊，毋过嘛有另外意思，就是亲像讲，哇，伊走伤紧，啊，煞杀着有无吼？迄就是敢若讲气啊，喘袂
穿袂好势有无嘿？嘿，也是讲，这风做头去煞着风，哦对对对去煞着风，嘿，那这句来讲是袂乱的意思安尼。老师猪哥嘅是倒位？第一个给你家，猪哥嘅吼，意思是上本来是咧讲猪的迄个牙，安尼弯弯安尼翘翘吼，对。但是当然嘛会当讲用伫人啦，但是用伫人来讲，就是讲生了较无正常的，迄较奇怪的。较无正常讲牙人无正常啦。可能是咱一般有讲好牙啦，有无？迄嘛是甲猪哥嘅意思差不多啦。啊，不过你看那念嘛是袂去念着去杀掉你的猪哥牙。对啊，那会去杀掉人的喙齿咧哈？